为着要减少车辆的噪音，环境部今年开始要推动延长讲认证的措施。明年要开始处罚，也毋过立委是质疑讲，无应该只针对乌托摆汽车延长讲说毋免认证。也毋过环境部是表示讲因是先来处理数量较侪乌托摆，卖继续扩大来推动科技执法，补充相关的设备。立委现场放一寡噪音，互环境部长听话，是车也是乌托摆发出来。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112年噪音定证的案件，结果显示，以车辆的噪音上多，其中如果以乌托摆上多。今年开始，伫咧啥排气管认证措施，交通部行配合修法，自明年1月开始，机车的排气管改装列做定期检验的项目，若违规将会罚。立委认为，汽车的噪音也应该纳管。为什么汽车的部分排气管改装是没有列入这个查核？汽车这部分目前交通部是还没有打算那个改装登记还没有开始实施。就环境部这边来讲，只要噪音超过标准的，不管是机车或者汽车都会开罚。环境部表示，车辆噪音也该由源头直咧管制，而即马新车拢需要通过新车噪音管制标准才能挂牌。伫年底进前，也会开始甲新车原形式排气管资料传到公路监理系统。而对于噪音处理面临着即马能力无够的问题，环境部则再一遍表示支持扩大科技执法。最有效的方式，应该我们透过科技执法。认同，刚开始才210部了哈。对啊，的确有一点分配不均，那我会责成环境部我们同仁再来检讨。环境部表示，自2021年开始推动声音翕相科技执法，而即马继续伫咧办理，按算到2025年完成306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